嘛有的时候有人就找不到，就上面挂边画画白是呢，我上边去挂边韩国晒娃娃那么别个，这句话韩国晒给你下咯，阿么喊人家老爷嘛喊人家嘛不多，我上韩国边有人家米业那么有钱啊咯，某个都头挂阿里边不大咯，别白他家老爷嘛喊人家嘛不多，你话的啥的呢？一句嘛抓嘛不多，因为人家阿去我嘛。这里是我做了嘛，这里是挂边晒娃大嘛，有时呢，一晚上可晒头时呢，这里米一点嘛，一只啊咯，别吃下头瓜，这里白大咯，我嘛不多，某个都头个他妈的，是呢就那么别个，某个都。妈咪他妈的不打数有喊来有的这里一年个大咯，我嘛不多，年有呢，是你做嘛，二叫水做嘛，没人嘛皮那嘛别个有呢。你老爷嘛喊你挂，你话的啥的呢？你话的哈晒娃挂边一米呀嘛那边，你有我上哈的送啊面，我上哈晒娃挂边米也那么一几年，你啊罗别晒给你下咯，我嘛不多有人花起来别晒给你下咯，我上哈呢有你提里点是呢米也你下咯，我嘛不多你有呢，我上哈的卡克铺个来别晒给你下咯，莫些不说不得好多了那么别个。莫现在五三年晚年嘛，晒娃抽娃干了，我嘛不多一直娃的新瓜店嘛，你怕不呢？一年这里都来可以的，一旦花样嘛，这里晚年嘛，这里是晒娃干了，在一里呀他妈外面，这里把了你怕大嘛不呢？这里都来可都个呀的，你娃娘喊的这你嘛苦那个，阿里喊的这苦那个你娃点呗。你弄啊石油别把那么别个，这里石油那么别个，一年苦了，苦死呢，喊的这个我也点嘛，意思里不得下对个了，你要五三米意思不得俺们你跟你下了，喊的这个下对个那么五三喊那个都那么一句俺了，我嘛不多，你有呢，五三喊的这他妈瓜边马哈也别，五三喊呢阿里提这个阿里米呀嘛他妈的有呢。或什么说不呢？是啊，不得一直嘛个是呢，家嘛家个个好，家来别这里听你下咯。一里呀他妈外面，我喊你个意思里不把小不呢，把了你么？对，一起比，然么子他妈外边好多了嘛？你代比在喊来说做，我上喊来说做，不是呢？一话我上喊来说意思里个了，我这里你学个也他，一里呀他妈呢？你什么叫提示的叫石油那个路边本身呢？把了你不呢？这里我记得说过，但是呢，这里乌沙的大多干嘛？我被花样嘛都来花嘛，这里哟，这里加米我完了，吃下头我完了，这都不喊你光俺们，一晚喊你光俺们，你可做嘛？你在我的船嘛？你点嘛过了话，这都不呢？你不特的解释呢？我说我妈咪家了。乌沙就家嘛，他妈的一晚年嘛晒娃瓜边，乌沙哈晒娃瓜边，一晚妈咪家了，我嘛不多，你有俺们，老爷嘛喊你个，你话的啥的呢？一句嘛叫可我是呢，米一点嘛一句个，有俺们乌沙哈的苦是呢，乌沙哈有苦那个点嘛的，你个是呢，有人米一那么一句俺了，我嘛不多，妈咪他妈把家说，就说哈那不。普世呢，下面是普世呢，花其实呢，乌沙的老爷嘛个下白瓜，下面呢下嘛苦那瓜，我哈在俺们，侬在来劝我爸爸我说，侬哈对了是呢，我苦那瓜米来别白是呢，你晚你别乌沙个下白苦那瓜对呀那么别乌沙那瓜有呢。大家说乌沙你提来买的说，这里批了那么别个，乌沙你有点苦大了，我嘛不多，一句嘛叫一日你咋不，哈哈别他点来，是咋不俺们哈哈别他点来，乌沙你家来过来，一句有来过是呢，有人都来夸嘛我对来过是呢，韩国有人乌沙乖乖，批呀嘛哈，俺家的好对呀嘛，乌沙米也是批了子，是咋不俺们。有那吃提吃不得，乌沙白口白嘛，个是呢，木瓜瓜好对呀嘛，是啥不皮了这边乌沙女女瓜边，咋子那么别个女女瓜边晒个胡啦咯。